香港人你哋好啊，又係我加力倫啊。今個星期咧本身冇預到會拍片嘅，但係最近咧心入邊有啲感慨想抒發一下，所以今日咧就換個輕鬆少少嘅形式拍片啦，當係同大家傾下閒偈咁樣。加力倫咧大話學炒期貨咧都接近5年啦，今年就勉強可以叫做略有小成啦。但係我對於炒期貨呢樣嘢嘅睇法咧，其實變化都幾大嘅。最初認識呢樣嘢嗰陣時呢，我覺得呢個係我當時唯一嘅出路嚟嘅，因為冇得揀啊！你窮人呢係必須投機噶嘛，所以我對於炒期貨呢樣嘢呢係充滿憧憬嘅，即係一心諗住呢，以為可以掌握到個技術呢，就可以好輕鬆咁揾到錢啦。即係就算你過去付出幾多都好呢，都會一炮翻晒嚟咁樣，唔需要再為份糧去浪費生命咁。但係當我近呢年幾呢，開始慢慢掌握到點樣先至長時間可以喺個市場入面生存呢，然後我就發覺原來單靠期貨 day trade 呢，你係揾唔到大錢㗎，因為你要有風險管理啦，你有個資金大小嘅問題啦，同埋年齡啊呢啲各式各樣嘅限制，即係鬼唔知你個倉有100萬，你個實際 return 一定係好過10萬倉㗎。但係你係咪夠薑全副身家掟落去炒啊？25歲嘅我咪會咯，但係問題係我25歲冇100萬啊嘛。就算個倉啊由5萬去到15萬啊，我都要腳震震咁樣抽翻啲錢出嚟啦，因為你要降低翻個風險啊嘛，係咪？錢少嘅人係唔可以投機噶嘛，因為你個本係傷唔起噶嘛，同埋你係個時間係傷唔起噶嘛。尤其係期貨呢啲咁高度槓桿啊、咁高風險嘅工具，如果你隨時一晚跳掣，咁你又將過去1年幾嘅努力白費晒噶嘛。即係如果你唔學識點樣可以保住你嘅利潤嘅話呢，就算俾你揾到再多都好啦，你都係好快打回原形嘅啫。咁市場上面係咪冇人可以靠投機揾到大錢呢？你又發現唔係嘅喎，因為有錢嘅人係可以投機嘅喎。即係假如我過億身家嘅話呢，我係唔介意拎500萬出嚟炒嘅喎。我用500萬倉做一個 trade 呢，我就算當你技術再高都好，10個 trade 9個贏都好啦，你炒到牙血出埋，你都追唔到我一個 trade 嘅回報嘅喎。所以好諷刺嘅係，你喺短炒投機揾到大錢呢，係因為你本身已經好有錢啦。所以呢，如果你係同我呢類係基層屋邨出身嘅呢，如果你能夠靠 day trade 啊，每個月可以揾到10萬8萬呢，喺我心目中其實你已經係一個好神嘅人嚟㗎啦。但係即使係咁樣，你放喺現今嘅環境呢，你都極其量係一個中產水平啦。你只係比一般打工仔嘅環境稍為好少少啦。因為唔好講話咩豪宅啦，你就算係稍為好少少嗰啲高尚住宅區，400-500尺都係講緊成1200-3萬。即係就算我當你每個月有10萬啦，1年8-2萬，啲錢唔使呢，你都要炒足10年先買得起啊！儘管你去到呢大師級嘅投資水平呢，你終其一生嘅投資回報呢，可能係及唔上一個咩都唔識，但係無啦啦早期跟人炒樓嘅阿茂喎。可能佢就係供緊個單位隨時間而增值，由600萬變1200萬嘅喎，係咪死未？咁當然唔係叫大家炒樓啦，咁舉個例子啫。咁短炒有佢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個時間問題，你就係會手停口停啦。咁因為當你短炒開始揾到錢呢，咁你就會提升個生活質素啦。咁你要維持翻個生活質素呢，你就變相要焗住日日炒噶咯。咁其實你係冇因為你學識咗短炒啊而得到最初想要嗰種時間自由，你只係變相換咗另一個模式去打工啫。
即係好似股神巴菲特咁講啊，即係如果你冇辦法咧喺你瞓覺嘅時候揾到錢咧，你就會一直都係工作到死為止嘅。咁同埋我今年都40啦，即係我都問自己可以咁樣慢慢短炒幾多年啫？即係有時間我都寧願落街散步啦。咁所以我近半年呢個腦海呢就慢慢開始浮現出呢個 mind map。咁而家短炒期貨喺我心目中呢係冇辦法直接可以令到我去財務自由嘅。咁但係我相信佢亦都可以加快個速度嘅。咁只係要慢慢學下點樣將投機所得呢就慢慢轉去投資度咯。咁因為只有靠呢個長線投資呢，你先至可以獲得呢啲被動收入啦，係令到你個時間自由翻出嚟。咁但係投資又唔同投機，投資係要學識睇周期，如果唔係你係變頭井噶咯。咁所以近排就開始學睇周期啦。咁啊唔睇由自可喎，一睇呢你就發覺領嘢嘅喎，即係呢。交易輪係喺大概係，等一陣啊，我係大概喺呢個21年嘅9月係正式學炒嘢嘅。咁你而家放翻幅圖嚟睇呢，就係你發覺過去嗰幾年呢，因為我太過專注投機短炒呢，我係完全 miss 咗成個牛三嘅升浪嘅喎，係咪？即係你大唔大鑊？即係我當我自己冇咁神啦，即係牛二轉牛三呢下未必有反應追啦。咁你去到呢度應該都識追啦啩？即係我就算淨係咩都唔識啊，我淨係買埋嗰啲 ETF 啊、冇槓桿嗰啲 QQQ 啊咁樣，我都爭咗成個得嘅喎。你睇下呢度15000點去到呢度 over 30000點，即係簡單啲計，我就算擺20萬落去，冇做過任何嘢，唔識咁樣都變40萬嘅喎。咁當年唔識都冇計啦，咁唯有寄望下一個週期嘅啫。咁唯一一個好消息呢，就係而家叫做已經係牛市嘅3期啦。咁我無論你個市再升唔升到上去都好啦，咁你下一個週期呢，都係紅1、紅2、紅3噶嘛。咁就可以叫做自己去趁住呢段時間去 pick up 翻啲投資方面嘅知識啊。咁然之後就盡量儲大個本啊。然之後就寄望喺下一次，譬如好似紅3轉牛1嘅時候，就盡量去掃貨咯。不過有啲惋惜嘅呢，就係你發覺自己原來唔係話剩翻好多次機會呢，係做到呢啲長線嘅資本增值嘅動作嘅啫。即係我今年都4張啦，咁一個週期都正常都行你10年8年啦。即係好彩就仲有2個咯，唔好彩其實我都係得翻一個機會嘅啫嘛。咁捉唔捉到呢一次機會呢，就等於注定咗我呢世人呢，有冇機會揸法拉利啦。即係好似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凡人修仙傳》咁樣啊？即係我而家面前呢，係剩翻一次機會結單嘅啫。即係如果結單唔成功呢，我把握唔到嗰次機會呢，咁我就知噶啦。即係你話如果 let's say 我而家唔係40歲，我係30歲，而有而家嗰個覺悟啊，嗰個相關嘅知識呢，即係我覺得人生住半山呢都不是夢。咁所以最近個人呢係好感慨嘅。咁今日最主要想發牢騷嘅內容呢係咁多啦。咁最後同大家講一句，單一收入係風險，斜槓對沖打工生活。我係交易人，我哋下次見，拜拜。